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政府今年4月到6月 GDP 增加6%，连续3月成长，是比市场的预期表现更加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香港上好业的李嘉诚，伊的长工事业是用7折的价销卖掉1批公寓。分析师就认为讲，李嘉诚当咧处理香港的资产，可能是香港的房市要崩盘信号。英国《Times》报道，厄瓜多的总统候选人顶礼拜互开枪拍死，时阵有一个资深的政治头人，互骑奥托拜歹徒开枪，送医游院死亡。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夏威夷的毛伊岛是发生100年来上严重的野火。时阵有分析就指出，这导火源头可能是夏威夷的电力公司的设备，中方把电线扫落去，引起火灾。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乔治亚州的陪审团是搁起诉美国前总统 Trump， 是伊今年的第4件案件。全球第4大咖啡生产国印尼，因为气候反常，常常咧落大雨未调果，这咖啡的产量是已经减少5成。说落来，说是因为生硬现象颠倒搁要变可怕，这共款是会影响到咖啡的产量。这全世界咖啡的价销恐也是会搁冲起来。37岁咖啡农李斯马焕看电园内咖啡花因为雨水一直压，煞烂去真甘，伊的咖啡产量减少至少5成。印尼大多数的咖啡园拢是靠雨水灌溉，也毋过开花期雨水伤济，会使得花蕊伫上果形成进程就落去，造成产量变少。Biasanya kita dalam 3 hektar itu dapat 2,6 ton. Yang ditakutkan bukan dari segi produktivitas yang turun sebenarnya kalau kemarau panjang, tapi takut pohonnya mati. 全球第4大咖啡生产国的印尼咖啡产量，降到10多年来新低，也安尼全球咖啡价销达到历史新高。刷落来上扬现象，大力的抗旱恐惊进一步造成产量更加减少。印尼气象机构表示，上扬现象已经影响全国2/3以上的地区，包括咖啡产地爪哇、加苏门答腊部分地区。Catat sejak tahun kemarin, periode Agustus sampai Oktober itu kemungkinan besar kopi akan mulai langka lagi di Indonesia, dan itu tentu saja membuat harga kopi akan naik. 印尼的咖啡产量每公顷大约是0.7一吨一间，那全球上大咖啡供应国越南的咖啡产量是每公顷2.7吨。印尼大约125万公顷咖啡园，一旦讲是小农以传统方法，用有限的肥料所栽种真侪咖啡树龄较大，有的是20多年前种的。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副主席苏纳尔多表示，尤其是今年，有测咖啡产量会减少3至4成，极端天气甲虫害等其他因素，互毋那是印尼，也有其他咖啡生产国也会拄到类似困境。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气候反常，有的所在温度烧山焰火，有的所在是咧做大水。一寡天灾上大承受冲击的，就是靠天食饭的农民。亲像美国堪萨斯州，预计今年麦仔的产量会减少2成，西班牙可能会减少到要4成。咱台湾嘛无法度逃过这劫。今年顶半年，南台湾的雨水少，无法度压产，所以讲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嘉南平原规年拢受惊。这款极端气候，未来恐惊是愈来愈肃常，咱人类只好顺应变化，想办法应应。伫咧台南，到全世界上界大的菜市中心，是一直咧研发较会堪热热、无重水的农作物品种。公司代理台小菌时代专题，今日是带大家来了解高温对咱台湾的农业的冲击，了解国家对抗变化方式。3冬拄着世界休经4大，无毋捌拄过这个情形啊！啊，我毋知影未来要安继续做落啊。咱看到这规片的田哦，安尼大批批，甚至叫有发草啊。水利单位原本就按算讲哦，5月时阵哦，就较袂可旱。到6、7月啊，这个雨根本就无落入去这个水库的源头，所以农水署伫6月中就宣布讲哦，这个嘉南第2期的水潮第3甲第6组要农地休耕，这嘛正只是南台湾头一届规年透冬拢无种稻啊，互农民
真无奈。根据科学报告，台湾气温8冬以来平均高1.3度。农业部统计，这15冬来，台湾天灾农损平均每冬拢有124亿。农民讲气候无正常，影响因两成的产量。更加严重的是影响整个产业。黄啊，当种的时阵，打爆的时阵，伊水温上悬，其实伊袂变异，所以会造成讲伊后壁来迄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伊会冻拄着，而且伫咧开花过程当中，如果温度若伤悬的话，人火结水迄个情形嘛无好，所以会影响到伊后壁的收成。农民无法度补偿，阮米价就无切啊通收，去甲别人买，爱搁互别人趁，而且爱搁运费，所以相对起来，阮的价销就会较悬。寒伤寒，热伤热，全世界拢受到损害。各国拢咧想办法，看要安怎减轻对农业冲击。咱台湾其实有一个全球上大的蔬菜研究中心，伫咧台南生活，为各国来的育种员，逐工会去田检查研究，甲样本出落来摕去实验室，就会甲放去种源库内底。世界蔬菜中心副主任表示，培育会当冻落品种真重要。全球公部门里面最大的，我们从158个国家收集了330个物种，总计65000份。这样子的一个保种工作，抗病、抗虫、抗高温这些多重抗性的一些新的品种或品系呢，改良场种子公司他们就拿去做他们的育种。台南农改厂厂长表示，农业要永续发展，上重要的就是品质的研发甲栽培技术。选出来这种耐热的这个品种，住在环境内底，伊的品质也是伊的产量袂减少。伫迄个讲栽培技术的方面来吼，水稻的部分内底，阮有讲用迄个讲干湿间灌，就是用打淡安尼方式落去甲灌溉。安尼除了讲省水以外，一个佫最重要就是讲伊迄个甲烷、温室气体的讲排放哦，伊会减少。粮食危机已经伫眼前，咱人运用新的科技来克服，就毋茫会使顺应天地变化挑战。记者李成武采访报道。天气热，毋但咱人挡袂掉，动物仔嘛真艰苦。伊拉克巴格达摆伊是称到50度。本地住伫咧罗西亚雪山内底西伯利亚河，时阵伫咧动物园内底热甲稀热咧，根本就是折磨。嘴啊开开，一直喘气。目睭无神的浸伫水底下来。西伯利亚河原本是住伫俄罗斯远东地区，气温会当达到摄氏零下20多度的寒冷环境。也毋过即马煞被逼住伫全球上热的城市之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摆伊气温甚至到摄氏50度，互即寡寒带动物特别挡袂了。这是伊拉克唯一一个官方动物园——巴格达动物园。园区的围栏也是人啊，多数拢是伫1970年代初期建造，大多数是户外围栏，专门为会当适应烧热天气的动物所设计，并无任何设备是针对寒带动物。了后，佫因为国内一直有动乱，加上欠资金、管理不善、电力也明显不足，园内900多只动物的生活环境真差。استطعنا انه نوفر الممكن من المبردات واحواض السباحه للحيوانات حتى نخفف وطأة التغير المناخي اللي موجود بالعراق وقدرت يعني الحيوانات تتلائم. 也毋过兽医也承认，敢若靠这简单的设备无法度互西伯利亚虎适应烧热天气。伊表示，这个动物非常的忝，在这款的情况之下，因的寿命会缩短为大约20至25年，减到大约16-17年。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属于罗西亚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昨暗时首府一间修理车工厂，甲边加油站是烧煞爆炸着火。目前至少已经有27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按现场民众翕来画面看会到，隔壁的修车厂和加油站，滚介大火，伫暗暝看起来，互人心着惊。现场阁有听到民众在哀甲大细声。这是高加索山区属罗西亚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吉卡拉。外电报道讲，小连续爆炸是按修车厂开始，了后拖到边仔加油站，引起大火和多处的爆炸。受害的车辆有几若10只，其中包括1只载真侪害生囡仔马术，所以受伤和死亡的拢不加惨重。С этой точки взрыва сдетонировали емкости
напротив стоящей заправк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произошло возгорание и пожар. 事后清点结果，上少27个人伫爆炸中死亡，除了真侪10几岁的学生以外，上少的才3岁尔。共款有爆炸案的，还有中美洲加勒比海甲海地共有一个岛屿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部大城圣克里斯托瓦尼，伫日市市场内当闹热时发生爆炸，引爆点是市场内一间饭店，了后火势传到隔壁的几间店头，其中包括火势放甜甜、真快导火的家具店。explosión fue el resultado de una u otra manera del colapso de una de las instalaciones comerciales que operaba aquí en el municipio. 除了造成一个4个月大的红影在内，至少有3个人死亡。爆炸大火含民众多闪时的下溃，造成将近40个人受伤。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并是要争后一任美国总统的前总统 Trump， 官司是一直逼无停，将搁互起诉一件。是乔治亚州的官员也抗这个 Trump 要甲因施压，想要改变选举的结果，互家己伫咧乔治亚州选赢。这件刑事起诉已经是今年的第4件，前3名起诉案分别是3月 Trump 涉嫌摕钱踢人喙，6月伊的私人徛家有藏白宫的机密文件，甲8月牵涉到国会山庄暴动案。这回 Trump 当然有关是无认罪，继续骂人在家政治迫害。乔治亚州大陪审团14发布98页长的起诉书，指控川普违反伪造教唆、讲钱勒索罪，违反伊就职的宣誓书等13项罪名，想要推翻当地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川普以外，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不担任川普私人律师的处理案件。含前司法部官员克拉克等18个人，马上起诉，罪名有41项。A Fulton County grand jury returned a true bill of indictment, charging 19 individuals with violations of Georgia law arising from a criminal conspiracy to overturn the results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is state.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2021年正月初2的一通电话，伊是川普爱交伫亚州州务卿劳恩斯笔记，找到9亿的选票，互伊踮咧当地转败为胜，然后互拒绝。4天后的正月初6，川普的支持者陆续入去国会大楼，想要阻止认证拜登胜选的结果。起诉书讲，川普等人的行为哪像犯罪集团。之前各国会参与非法改变选举结果的阴谋，这是川普今年3月以来第4届受到刑事起诉。不过，川普随后伫自创的社群平台质疑，讲他的目的2年半前就起诉，批评讲这是黑箱作业、政治迫害。检方希望本案被告会当踮咧2月中昼进前主动到案，而且计划伫6个月内进行审判。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阿根廷总统初选的结果出来啊，排第1的竟然不是传统的2大党，是一个自由派经济学家米雷伊。这显示讲阿根廷人对通货膨胀、经济歹的状况已经无法度忍受啊。因为这个米雷伊的作风激进，讲话甲动作拢亲像咧作秀，所以讲佫互人号做是阿根廷的 Trump。群众伫体育馆A A定定，米雷伊互人群包围欢迎入场。一上台，伊就对摇滚乐一双手，身躯摇咧。这毋是啥物明星演唱会，是阿根廷总统初选的造势场。52岁自由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米雷伊，汉言真好的表演风格和激进言论，和川普有几分相共。互媒体号做阿根廷版的摇滚川普，伊伫13个总统初选，摕到超过30%的选票领先，保守派候选人布尼瑞奇摕到28%排第2。中间偏左的马萨有27%的选票排第3，米雷伊赢着初选了后，大声喊讲要甲政客拼血角。Los políticos no son la solución, son el problema y no quieren aplicar la solución de las ideas de la libertad porque va en contra de sus intereses. Por lo tanto, si ellos no quieren cambiar, vamos a sacarlo definitivamente. 定定是头长线爷爷，穿皮衫的米雷伊是现任众议员，不地兼做个摇滚歌手和运动员。伊主张规条央行，互经济美金化，大量减少国家支出，承诺彻底改变政治现状，得到真侪选民的支持。Creo que la gente está cansada también
Y vuelvo a repetir, no solamente los jóvenes, porque los jóvenes capaz que no tienen mucha noción de lo que ha pasado, pero mucha gente mayor también lo está siguiendo y eso también demuestra, creo yo, que está cansada y que quiere un cambio. 阿根廷目前通膨是116%，生活成本危机和死城人口散车家庭。分析认为，过去2任总统拢无法度带领国家行出经济衰败，真侪选民因为部分转投美雷，就是要驾驶2大传统政治势力，互因一个驾驶。不过，这个互人着惊的选举结果，使阿根廷的汇率继续落差，央行再度起利息。初选排名前3名的候选人，会伫10月22一决胜败。时间若无人摕到胜选的资格，就会伫11月19举行第2轮投票。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